最後一集，我哋會聚焦喺你身上，探討一位中學生應該如何為未來嘅就業市場做準備。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係改變何謂最有價值嘅技能，因此對於人力資本，即係你而言，要點樣明智咁投資知識、能力同素養至關重要。世界經濟論壇2024年報告指出，市場對分析思維、人工智能素養、溝通同創造力嘅需求不斷增加。但係人力資本嘅投資本身都有機會成本，花喺學習 Python 或者提高寫作技巧嘅時間就唔可以做其他嘢。咁所以選擇有長遠回報嘅技能，將會係決定個人未來競爭力嘅關鍵。現實嘅數據亦都顯示咗機會所在嘅地方，例如 PwC 2025年全球人工智能職位動態調查報告顯示咗，同冇人工智能技能嘅同類職位相比，全球需要人工智能相關技能嘅工作，平均出現咗56%嘅工資溢價。此外，儘管喺2024年有部分市場整體招聘人數下降，但香港需要人工智能技能嘅職位空缺比例卻由2021年嘅1.6%上升至2024年嘅1.9%。呢啲數據同時顯示咗兩件事：第一，市場對熟悉人工智能嘅員工嘅需求不斷上升；第二，僱主願意為呢一啲技能付出更多嘅代價。所以，如果你將人力資本建立喺寶貴嘅技能上，例如人工智能素養、數據處理同數碼工具，你就會喺不斷變化嘅就業市場中佔有重要地位。同時，唔好淨係諗硬技術，生成式人工智能令日常工作變得更容易，但係佢唔可以取代人類嘅判斷力、同理心、團隊合作以及提出正確問題嘅能力。呢啲軟技能同人工智能相輔相成，先可以幫助你實現機器做唔到嘅嘢。咁我哋應該點樣為未來做好準備呢？掌握數碼素養，例如提示工程、數據分析，提高你嘅溝通能力、批判性思考能力等等，同埋喺你關心嘅領域建立深厚知識。最重要嘅係，而家就開始嘗試不同嘅人工智能工具，去了解佢哋現實世界中嘅強項同限制。最後，今集想要傳達嘅重點就係，未來係屬於嗰啲可以有效利用人工智能嘅人，而唔係嗰啲試圖直接同人工智能競爭嘅人。人工智能正係改變就業市場，所以我哋更加需要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善用人工智能，並提供人類獨有嘅價值，而唔係試圖超越機器。未來將會眷顧嗰啲能夠揾到方法同人工智能互補嘅人，而唔係將人工智能視為取代人類威脅嘅人。